来吧，兄弟们啊！这个市场我再给你们看一个手镯亮啊，整水非常不错的，阳光有点反光，看得不大清，挂了5、6圈，正圈能出2条吧，圆条没准看下边还能有2条小圆条，就看你们个人需求吧。反正不做圆条做珠子嘛，东西不错，整水还可以，整水是非常可以的。这里边稍稍有点晶体棉，这条上稍稍有点小瑕疵的，那条是完美的。整水是不用说了，不用考虑的了，就是看你们个人需求吧，小瑕疵影响不太大。看这整水，做珠子也行啊，整水是没毛病的，这都嘎嘎打灯直接就透了。喜欢高品质手镯的兄弟来啊，东西可以，当然做珠子也行。一会儿我给你们称下重量，东西是不错。但是要有点预算了，没点预算办不下来。